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6月18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。新闻一开始，先关心新北幼稚园饲药的案，风波也一直在假。即马连港体系伫咧实际幼稚园，嘛讲有一个囡仔去验着爱困桥啊。教育局昨是派人入去到学校采检，拢总有81个囡仔的采检结果，该等2-3日才会公布。 上半晌啊，赶紧行！工作人员对地下车道来到园内，新北某私立幼儿园疑似饲药的案件一直拖。实际幼儿园一个囡仔验出苯尔氮平类比例低，引发部分家长烦恼。17早起，新北市教育局派人甲土城病院的人员来到幼儿园来检验。 为咗家长照常送囡仔来上课，有人认为讲采检较安心，不过也有家长讲无采检的必要。部分的家长是在园区内底等待被动采检。老师有说那个我也不用采啊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，为什么要搞到那么大？我真的觉得没意义啦。就等大家采检的结果。有问过他睡觉前有没有喝什么，他说没有。目测应该7、8个有啦，哎呀。 没事啊，因为这小朋友在家陪小朋友，小朋友才几岁而已。81位家长是有意愿，那其中呢验尿是有64，那验血的有5位，那另外呢就是2个都想验的是有12位。检验的结果大概在2到3天会陆续出来。 土城病院到幼儿园采检医疗团队有儿科医师、医检师、社工师、行政人员。另外，新北市也启动12大做法。 提供专职病院、绿色通道、加免费相关的医疗服务等。另外，对于托付饲药制度，教育局讲，稽查时也特别提醒落实详细情形，遵照标准的流程来做。我想，就像同意书到底有没有附到？那每一次托药的记录都有一个记载表，那都要详实的记录。 新北市私立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继续发酵，对此转告总讲，这事件已经互教保人员打上一层无必要污名，破坏亲属的关系，呼吁赶紧调查真相，停止社会互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日卫福部台北病院针对幼稚园相关囡仔的采检公布上新的结果，统计到16为止，拢总有69个人来求医，59个人有验到，目前有验到53个人阴性，佮6个人等待检验结果。 查某囡仔读到后壁的头毛剃规大片起来，连查某囡仔也同款。新北市幼儿园疑似饲药的案件，一开始是对邦桥某一间幼儿园开始，怎么拖到实际？由受害者家属创立的 FB 粉专，有家长分享相片，讲囡仔为了要检验无法，头壳顶的头毛剃规大片起来。卫福部的台北病院 公布儿童检验的资料，到16接到咨询电话228通，69个人就诊，6月检验59人，其中53人阴性，6个还阁伫咧检验，96位问无法检验的代志。家长就跟我说，我的孩子2、3岁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进到地检里面，因为这个事情，孩子都要进到地检，然后还要被剃头发，最终还是要说，肯定新北检。 在这个事件上面，积极的想要去厘清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新北地检署表示，无确定相片对倒来，有关检体部分是为了要鉴定的正确性甲必要性而采集，其他无方便评论。对卫福部本来宣布要扩大提供全台湾幼儿园的囡仔免费检验巴比妥，尾也解释讲这个限定新北市。新北市副市长刘浩仁讲，中央不爱做，新北来做。宣布自即马开始，全国6岁以下囡仔拢会当提健保卡，到新北市8间专职病院公费采检。中央不做，新北做。这一段时间，如果新北市以外的这个国人，我们的爸爸妈妈们，你觉得有些担心，你想要到新北市来做采检采样，我们一样公费采检。这条检验的费用小人出，受外界质疑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 FB 发文讲，尊重新北市政府的做法，并且讲案件还阁伫咧检测中，目前无推动破胎的基础。就医或者是检验，也是以当地资源较实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，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央行顶礼拜去出手阿差房，公布伫8大地区要买第2间厝的贷款拢袂使超过7成。最近佫讲要买豪华主体，讲要加借也是要转借单的，贷款人都要签字，保证资金袂佫走去不动产。银行半期进前嘛要确认有担保品的贷款，避免有人想要弄法律行。过来是联合报。
代替车票28年唔捌起价，代替顶个月，佮甲交通部提出方案，建议爱采用报酬率1%版本，这样咧算起来，一区间车来加贵27%，技工的15%，自强的11%，专家按算，若起价代替每一年会当增加47亿的收益。来看自由时报，劳动部明仔载就要召开第2季的基本工资工作小组会议，虽然起工资的幅度该等第3季才来决，不过即马就万项拢起价，行政院已经核定，讲到明年要起薪水4%，按算明年基本工资嘛会使连续8届拢搁起加3.5%。最近各囡仔的单位问题是特别多，再来看到高雄有一间托育中心，传出讲技术虐待案件。讲有老师挑工去夹囡仔的手，佮讲是囡仔家己无细力去伤到的。另外，嘛有囡仔的尻川皮是可以尿纸搞。市府回应已经要求这间托育中心来说明，加强辅导。老师的骹腿缀着扭动，目睭一直盯着手机啊，互家长接其照顾方式不当。这间位伫高雄南马溪区的公托，陆续有5位家长向民代投诉老师照顾有疏失。有的囡仔互老师用骹腿缀着，有的囡仔互老师用拄仔将手夹着伤，也有囡仔的尻川皮甲疏鼻的部分严重起真啊，老师也去向家长讲白菜。跟我说了有6次的换尿布记录，我隔天来调监视器，我跟主任2个人在监视器上面调了1个多小时。我只看到了3次，被腿压住不能动，然后有人是没有换尿布，所以导致臀部溃烂。有人会在家里不停的出现咆哮的这些举止，然后并且说老师打。这间去年才开幕的公共托婴中心，强调亲属比其他公托较好，说连续防投诉技术出现不当照顾行为，民代要求市府彻查，市府回应稽查发现。还是无妥当照顾幼童的代志，会对中心开立限期改善处分。也伫3月底稽查的时，捌发现托育人员用不当的方式互幼儿困扰的是案情。除立即要求改善之外，并要求校方要负起责任，追究人员的责任，严惩不贷。市府表示会全面调查，若有违反绩效法，会当罚相关60万，也会对托婴中心业主、其他承办的6间公托抽检，有违法代志同款开罚。经济严重者无排除要求停办，也会加强辅导托婴中心落实照顾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到选举的消息，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咧东部成立后援会，伊讲东部嘛是前线，互大家来共同守护民主自由。因为民众党的郭文哲昨是去到北部走行程，批评新北市讲互全国6岁囡仔的囡仔免费检是引起大家惊吓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7到花东成立新来台湾之友会，会场拢是支持的民众，来增加入场的赖清德来握手。赖清德的总统参选之路正是伫东部，国民党比民进党较侪政党困难的选区来铺路。赖清德向东部的民众提出具体政策，会继续加强建设对外陆空交通、对内便捷运输系统加通讯的网络，才有法度引进产业来兴旺花东。捷运化的公共运输系统，这班密、准时，但是要转折。数位化时代的来临，我们台东的通信建设一定要摆在优先的地位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伫北部走行程，支持共党的少年立委参选人林进出为大家来服务。不过郭文哲对也伫继续争议中的新北幼儿园饲幼的事件，爱新北市政府赶紧找出真相。更加直接讲反对新北市宣布全国6岁幼儿采检的政策伤过含糊，会制造更加多惊吓。幼稚园学生呢，要做什么普筛，这个我一定反对的，这个没有必要的，这个反而造成更多的恐慌，那这个 ridiculous 的，那这个。我讲，人家说你要选总统，不要随便骂人。可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有的事情都是太离谱啊。甲民进党以及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造势活动来比较，含入幼儿园饲幼的案件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7无参加新北市政府的说明记者会，也无安排公开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最近工课场反性骚扰风潮是对政坛佮加到各路各党。根据上新的调查，学生若去外口趁外路啊，有15%的人捌去拄到性骚扰，超过7成是言语的，4成是吸到身躯的骚扰。面对这种状况，大多数人拢是委屈吞吞，敢若无够3成的人会明确来拒绝。我付你钱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吗？就是。
很不舒服。讲到去年休热去打工工作，接受男性主管塑料的大学3年级的文内莎，心肝内也是感觉真艰苦。贴到你耳边跟你说，哦，你们这样发有点太慢了，但是会靠很近，就是会让你有点起鸡皮疙瘩，不舒服。时薪很高，但就会不敢接。原本以为只是单纯发传单，其实要面对顶时一直传信息加言语的塑料，可以更加唔敢搁再接这小 girl 工作。而相关的塑料模式也出现在高级餐厅的打工族的身上。我在点餐的时候，他就一边摸我的大腿，他在我耳边吹气，就是讲说叫我要乖，或者是就是想要包养我之类的话。大老板身边的律师叫我不要跟他接触，这样就好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有15.3%受访学生讲，捌伫工作时做无性骚扰，其中有超过7成是言语骚扰，4成是身体骚扰，也有3成多是文字、图片骚扰。另外，骚扰者是啥物人？有5成是客户，4成是同事，3成左右是主管。而且无论男女学生对性骚扰，也是以忍耐当作无代志的比例上悬，只有2成多的人会直接来拒绝。更加有4%会采取法律的行动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权力不对等，那也有一些加害人会看准说学生因为还没有社会化这么完全，可能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沉默螺旋，也导致说加害者可以更恣意妄为的继续做加害的行为。工作场所发现性骚扰情形，对政坛是延伸到基本甲学术这各行各业。人力银行业者提醒，不论是打工族也是上班族，做不合常理的要求，除了公司内部的申诉管道以外，也会向相关的公部门来申诉，捍卫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解封，唔免挂嘴暗，煞予3年无大流行的东亚病毒开始搁热起来。全台湾顶礼拜都万挂人次，因为东亚病毒去求医。学生拍开水道头，照正确的洗手5步数，认真把手洗好清气。自3月喙暗政策放定了后，东亚病毒疫情嘛开始热起来，特别是5岁以下的囡仔，若遇到东亚病毒，较有可能会转重症，所以幼儿园嘛特别注重环境的消毒。上课的时阵，老师会教因讲安怎正确来洗手，就是湿搓冲捧擦这5个步骤。照你讲囡仔若有2个以上，阮就会做停课。互老师甲这个教室的环境好好甲伊清理好环境，好清气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，顶礼拜国内东亚病毒的门诊、急诊去互医生看的人数有13117人次，其中中华县有647人次。中华部分虽然甲2礼拜前786人次比有降17.7%，但照过去的例来看，东亚病毒的疫情拢是起起落落，民众也是爱做好个人的卫生。囡仔会得的肠病毒来源就2项嘛，伊去幼儿园去学校感染嘛。第2项淡出的，就是家长带回来的。建议咧家长你回去厝的时阵，3先换掉细身躯洗了，再来抱囡仔。疾管局局长嘛提醒，东亚病毒病情恶化速度真紧，若是囡仔神仙，定不时就爱困，有咧吐，甚至身躯会喘，意识无清楚，骹手无力，就爱赶紧去互医师看，千万唔通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即马全世界拢受到极端气候的霜冻。南美洲拄则冬天，玻利维亚的温度算一声就降到0度以下。东亚区的 Santa Cruz 嘛，因为落雪造成损失。今仔伫咧欧洲的塞尔维亚是长咧做大水，有42个城市宣布紧急状态。南半球才拄正热冬天，不过玻利维亚的农业区圣克鲁斯已经变成一片银白世界，农作物基调拢是结高高的冰霜。葡萄酒产区塔吉拉气温更加落到0度以下，农作物因为旱害损失惨重。南美洲山区急冻，往北的墨西哥是伫热浪当中，气温是凊彩到超过40度。根据法新社报道，这波热浪已经造成8人死亡，但真侪民众嘛是爱伫街头工作，讲热甲特别脱水啊。Está horrible, el calor está muy fuerte, el calor hay que estarse hidratando todo el día, hay que estar tomando líquidos y pues
伫东欧的塞尔维亚是受到大水的侵蚀，第四大城克拉古耶瓦茨因为强降雨，河川溪水涨起来，一直挖坑爆旱，岸边的厝变了真危险。雨小可停了后，居民赶紧清理家园，甲出动抽水机，甲厝内积水抽出来。居民非常惊一暗，雨来甲非常急嘛，非常密。短时间内大水全部淹入来，根本是袂受欢迎。To se bukvalno izdešavalo sve za 10-ak minuta, da je metar i po vode bilo u kući, da mi ništa nismo stigli jednostavno da spasimo. Sve je uništeno, tako da to nam je to. 大水来威胁居民的性命财产，当地消防队出动救生船来救，总共撤离55个人。8条河川做大水，当局表示，总共有42个城市宣布紧急状态。记者林俊梅、陈信良综合报道。德国纳粹二战时期战船准备一座纳粹之鹰的动箱，2006年伫咧乌拉圭外海，互人发现，甲浮起来，拖10多年啊，也毋知要安怎处理。一直到即阵，乌拉圭总统总算是宣布讲，要甲动箱全部烧洋，换做一只代表和平的粉胶动箱。2006年，伫乌拉圭外海，和苏联公司浮起来的纳粹之鹰动箱，16经由乌拉圭总统亲身来宣布，要重新改样拍，成做只和平粉胶的动箱。可的所在也伫咧讨论。Toda la idea que estamos manejando es en la punta donde comienza, termina el Océano Atlántico y el Río de la Plata, conocido como La Salina. Es en la punta de Maldonado, en la punta de Punta del Este, pero todavía no está formalmente decidido. 德国纳粹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发动大屠杀，近800万人罹难。而当时德军的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好，北伫南大西洋航线拍掉英国军舰。不过1939年12月，因为接到英国的假情报，予舰长朗斯多夫下令家己沉落去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外海。2006年，准备青铜的雕像纳粹党之鹰，予苏联公司解放起来。动箱长2.5公尺，悬2公尺，重350公斤。法院最终将所有权判予乌拉圭政府，不过也裁定，若是卖出去，必须付予好客公司一半金额。期间，动箱一度伫乌拉圭饭店内展出，引发德国抗议。乌拉圭海军甚至捌考虑将动箱卖出去，内底海军的发展就无经费。2014年，好客公司讲有人开价超过1500的代票要买，不过乌拉圭国防部认为动箱应该有代票2亿4千万的价值。这轮新的和平粉胶创作已经交由国内有名的艺术家来负责。Del águila nazi se va a fundir y se va a transformar, en esa fundición se va a transformar en lo que es este símbolo de paz. 艺术家阿丘加里16讲，伊要到意大利进行创作，完成了和平胶宽度会达到1.7公尺，预计今年11月就完成这项神圣使命。国际新闻郑万庆编译。继续来看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，今年是办150年的建城庆典，邀请咱台湾的坐风车剧团去表演，演出改编的《老车闹龙宫》，让在地人看到精彩台湾文化。坐风车剧团演员气势非凡入场，表演就要开始。经过台湾正版的乡镇表演的坐风车剧团，这阵是搁一摆到海外演出。坐风车剧团以老车闹龙宫的故事，伫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NKVN 博物馆演出。表演精彩现场，坐匈牙利甲乌克兰囡仔目睭是拢紧紧看。老车闹龙宫这出戏吼，因为是甲咱台湾的布袋戏，啊，搁含咱这个现代剧场吼，搁用咱这传统的这八卦的音乐，啊，搁搭配迄个西方的古典音乐，啊，所以就是足传统，搁足现代的。除了希望和国外的人认捌台湾文化以外，因为匈牙利有侪乌克兰难民，坐风车也望透过专门的顾囡仔的老车，和来自乌克兰的囡仔一寡宝贝。这摆坐风车剧团的演出，是因为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周年。坐风车剧团甲台湾的文化总会，伫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的媒合之下，所来几天伫在地拢有精彩的演出。有规划6场的迄个公开的活动啦吼啊，今仔日是第1场，后礼拜就是重头戏。
吼，会伫咧即个埃菲尔剧场，吼，有2场正式的即个表演，啊，咱纸风车剧团吼，用即个哪吒闹龙宫的即个剧嘛，吼，会有2场吼，这个售票的演出。文化总会表示，为6月16开始，作风车剧团伫香嘉里会有6场的交流活动甲表演，透过16伫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活动起鼓，展开数来几天的精彩演出。记者郭文郑准由报台北书报道。人讲，若要熟悉一个国家，就是要透过文化来交流。除了咱拄则看到抓风车的表演，伫咧布达佩斯，佫有举办台湾节的活动，现场布袋戏论表到做账的单位，望互当地人实际来体验，行入台湾。伫咧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，也互香港里民众最近来看咱布袋戏翁仔是安怎人的，做伙以实际体验的方式了解咱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。布袋戏艺术伫台顶甲外国囡仔布袋戏安怎人，伫咧香港里布袋背书的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，是展出侪台湾美的元素。台湾的布袋戏上特殊，第一定的超偶动作，而且有独特的美学。包括服装、雕刻、音乐，哦，包括你听到北管、北管、南管，拢有参与歌戏、客家戏。他们看到或听到，即使听无台语、听无客家话、听无国语，他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除了布袋戏现场，也互民众体验画面，佫有囡仔咧体验拍干乐，佫较特别的，佫有来自台湾的润饼、肉粽，互在地民众体验这台湾美。台湾驻香港里代表处表示，这拢是一种文化外交。咱即届嘛是甲市政府合作做好的吼，因的副市长主办这个嘉年华，啊文化外交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吼，特别是透过像亲像刚刚纸风车这款，啊，佮台湾的最好食的一寡美食嘛是同款。那即届佮拄啊好是香港里因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年。老社长表示，台湾伫外国的外交状况确实无简单做，所以台湾需要想空想芳，以侪方法来甲台湾的知名度推撒出去，互全世界来熟悉。透过文化的外交，就是一种真好的方式。记者郭文郑水由报台北书报道。那讲到台湾文化、原住民文化，当然是占重要一大部分。咱来看新竹的五峰乡，因是原住民台雅甲西式的部落。艺术家黄一峰用创新的方式，甲武夷文化展现出来，望互母亲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。本身就是泰雅族的艺术家黄一峰，利用创新的艺术，表现出特有的武夷文化。过去部落内底有人因为违反祖训，触怒到神灵，结果破病。这时阵就要去找武夷来甲祖灵参详，对话祈福。然而，这项装置艺术最常播，就是武夷文化中的信物。代表笔下的艺术。那时候的巫医的家的门口，到了晚上，然后排队都是人，抱着小孩，有的发烧，有的是莫名其妙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痛，但是他就要透过他的一个仪式，跟他的能量，去把这个人再带动起来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。然后甚至于很多巫医他们是不需要收费的。现场佫将巫医以及祖灵之间的动画。融入泰雅族道文内底，彰显武夷尊崇鼓励的艺术。这个巫医展在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是非常具有神秘，而且是我们长期会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时间的流逝跟时间的洪流在慢慢的被淘汰了，对。但我觉得灵性这个东西，其实它有必要存在的价值，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有疗愈人的特质，就像母亲对你的祝福。然后家人的祝福，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给予你的祝福。新德县五峰乡是原住民泰雅甲西夏族裔，透过举办文化展览，希望会当互更加侪少年族人认别故乡，提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下晡晡天气写款，咱来看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，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
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。过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，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。